啊，咱伫个点影片地使有足大只，个整个天花板迄拢是。嘿，规个景搭甲足水的有无？哎哇，上车市上美味，就足认真的听，所以看会出来，伊嘛有感觉，迄气氛无啥共款。我3点半起床去做工课，5点40，5点40去。恁最近爱无用啥啊？最近咧收。嘿，休息。难道用心啊？囡仔老有辛苦的。你这要送人的，你要偷食？啊，你敢捌坐高铁开台北？这是头一届，这真正是你的头一届。头一届坐高铁，感觉是安款？你无感觉家己足high class？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咱即摆踮在这所在的，就是台北市的内湖，啊，伫咱台语台边啊。等者啊，有4组囡仔，分别为台南啊、高雄啦、南投啦，啊，佮有云林的哦，4组囡仔哦，要来参加咱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摄影。啊，我今仔日呢，嘛是趁这个机会啦，会使佮咱见一下面叙叙旧节。所以今仔日到底会产生什么款的火花呢？咱等者甲看，你就知。咱的阿峰来啊，云林古坑的咖啡姑娘啊，弟弟你冇来，今日说嗨。来，咱先来签名。签名中的阿峰，你有感觉家己是大明星？你买个签名。金星爸爸，你哪会遮热情？耶，来镜头 say hi， 嗨，耶。过于兴奋。没关系，你就做自己。疯狂等推呀！好，到位。哥来，咱要为。疯狂踩了，连自己的东西都不对啊，没有呢，我平常时啊拢落伫厝。好，耶，这就是你的空间啊。啊，是需要家己做。嘿，先困了。弟弟已经开始调洗手啊。阿峰你几年啊？4、5年的。啊，静勋你几年啊？你几年级？5年，这个你两个机会呢。啊，毋过伊看起较细粒子，你看起较大摊块。这是高雄现场的小朋友，这个是云林古坑的小朋友。云林的这个工作。对啊，你敢知影云林伫倒？嘉义啊，对，先嘉义。搁较去伫下去云林。恁敢有捌听过非常了不起这个？真的，你有看？啊，你有感觉因看起来就浓？昨天在临时抱佛脚。伊真正是一个老实的小朋友。伊拢用台语机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咱迄个时到时2点啊，无米才煮番薯5点，所以咱就放下菜。要困嘛，要困。Say hi， 耶！啊，这位哥哥的卡伊是？哥哥唔来，我你开咗呢哦，原来是安尼，你足低调的呢，你是大明星上。无我打对抗闹点。哇，安尼要安那？你今仔日战力也下降不？嗨，阿芬，啊你是拄困牌哦？耶，嗨，跟妈妈。哦，这真我都有卡片。耶！我用镜头看一下，你对我的爱，对吧？对吧？咱即摆咧，因为因大家南北二路来，所以阮专工叫因准备因家己想要互因的 partner、因的队友的即个礼物。等者吼，咱就安尼抽口啊，啊你抽到像的，你就摕到迄个人送你的礼物。喂，就两张。袂使再谈心。来，咱先公布一下，咱先。阮的。他自己的。赛车来囡仔朋友。咱抽着家己，咱抽着家己要安怎咧？我洗牌洗了无？安尼拄啊好，两个对换，安尼你两个对换。你抽着阮爱的我，伊会真水呢。啊，一人食5啊。好，你要摕出来做分享啊？我无咧食糖啊。你无咧食糖啊？这有做啥物糖？你要介绍？有啥物你拢知？好，按话你。哦。咱今仔日免比赛啊，咱今仔日算这个。那你我后日去ถ่我后日。你先摕出来嘛？你先摕出来。云林古坑，你感觉伊会传啥咧？是咖啡公司。
加比3哦，浪费哦，两种拢是咖啡，两项你拢袂使啉。一个抽到无食糖仔的啦，一个抽到要使食咖啡，这就是人生的滋味。讲唔对啊，现在开始练习。现在开始练习，比我更较搞丰富。好，我你介绍一下景勋做的物件。黑三角，黑三角，迄是纸黏土呢，迄是纸啊，啊，佮有迄张贴纸，我到遮一张偷偷先介绍，迄是阮自己家己手工做出来的。恁等者是对你啉的，恁等者毋是恁两个要请客，恁等是恁四个人要甲人输，这边毋是讲恁讲。无啊，无啊，无啊。哇，安尼系啊，咱这堆绕开。恁这堆是，咱这堆是我招的呢。你安尼甲我绕开刚好。摕着几撮扣就好啊。大家我先来啊。恁遮尔无相听，我先来。老乖。你爱甲我扫门啊？你爱送我出去啊？我就知影伊会叫做，你真系无配无目屎。你平常是头毛拢家己绑，拢袂，谢谢哦。你若摆开，我梳理，这才对着。你爱大声甲伊讲话哦。即摆来甲食了，可能咱一个真正的比赛，所以在这里甲因解释规则的时阵，因拢足真足听，连阿以外上车气上音乐，就足认真的听，所以看会出来，因嘛有感觉，迄个气氛无啥共款，嘛有咧紧张，害我伫边仔嘛缀咧紧张。9号，拉力。你们会吗？Go！不行，放啊！我看不是跟你说。够赢而已啊！好的，哎呦喂，人家讲爱顶土，啊这个伊直顶动，就袂使就顶来三界，注意。对，愈来愈紧，拍手来到未哦，速度要较紧的哦。因鼓要讲话，因手就袂伫顶动，啊因若鼓要伫顶动，莫互伊刮乱，伊可会袂记你要讲啥，照讲爱分过，一个会使专心背，另外一个会使哪想，可能咱一个会使家己记得一下。北来生，袂歹算吼，啊感恩的，你感觉？敢无好算？要给我撑久一点哦，不要那么快就给我摔下来，我跟你讲。啊，看因咱咧算嘛足认真的，人我细汉台语嘛真好，我若有通来这比赛，我一定嘛着顶的。别谢谢你讲对无？要来收我的饭碗，无可能，我咧逐时目点。阮这是囡仔来，知无？大人就是希望你搁投胎，搁重新过来，好不？我欢迎你。即马你去动手，你食茶，你去食，你开始啊，吼，哦，伊要开始啊，伊要去啊！太欢喜哦！爱摕奖金的。欢迎收看《你一讲的台语课》。咱今日来甲台语台，要教大家甲录影电视有关系的即个台语词。分呢，咱头一个要教大家啥物？亮呀白，摄影棚，就是电视台内底咧录影的所在。摄影棚。亮呀白，嘉芬，咱即个台语要教大家啥物？朱麒麟。就是阮啦。主持人就是主持节目，爱换专场，带大家耍游戏的人。哦，主持人。咱要教大家台语是啥物？气息。哦。
气血，就是编写规个节目内容的人，就号做气血。所以你要教大家什么？制作人。制作人。制作人就是这个节目换头的迄个人，叫做制作人。制作人。安尼大家会晓袂？好，咱规个结束啊，恁感觉啥款？疲累咧，拢要起爱困啊。迄遮尔急头壳哦，你迄头壳一定无电啊，是无？拢真正，伊是真正甲我哈戏，毋是假哈戏。啊，恁感觉算进前甲算后了有啥物无共款的？算进前是就想要食饭，算了是就想要。原来算这有一个互囡仔会爱困，会想要食饭的功能。啊，除了这个，阿峰，阿峰，我看你伫顶悬足定着，毋过话有较少，是安那去到台仔顶，就变做一个文静小女生。感婚嘞？伫遮的机器，甲遐的机器拢无共。因为遮的较专业因为要带出来物件，迄袂当就是足侪物件足大。道具无通参像，伫伊染影病遮济，外景的主角就是你，简单染影机机器安尼就解决啦。啊，咱伫咧染影病地使有足济。佮整个天花板迄拢是。嘿，规个景搭甲足水的有无？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看到这，你应该知影咱台湾的囡仔介意什么款的环境，就是会使说，会使学物件的环境。另外，恁大家若是真介意阮做的这个节目，阮做的这个影片，非常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公视台语台14台。另外呢，若要伫咧网络甲阮follow，非常欢迎来阮的公视台语台 YouTube， 甲阮起赞起迄个铃啊有无？迄个铃铛按赞，甲阮订阅 follow 落去，耶！走嘞。